感谢国宾的介绍算讲国宾伫读大学时阵，甲伊熟识伊嘛是一直为着即个咱的即个母语一直有一个长期的即个关心甲长期的即个行动。咱安尼，我写互国宾感谢。感谢即个在座的关心咱的台湾母语的即个未来新年过了，大家好。那是声，大家好。首先我来唱这条是算讲是古早人咧，阮的祖先一直唱的一条情歌，大家来听看卖。伊是一首情歌啦情歌。
谢谢。